应改入。应改入了，应食五应，色受小色，是啊，入者，但是入是入，我入因，色写用触法，内容门眼耳鼻舌身意，是啊，界是八界，欲言欲闻欲色，是啊，哦。这个接触不了，得讲这个三科分嘛，接触不了。所以咱这个佛家的这个修行方面，足侪种，但是呢，你若认真去甲想，哦，经典在看啊，你认真去甲想。哦，这佛家的法门足侪种，但是咱若认真去甲想，就是拢是这个心变化出来，这个心变化出来。在迄个，喂。